新台病院探听科主任林宗仁医师表示，对着顽固性探听、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或者是脊髓炎症，一般止痛药拢无法度控制探听，这时阵就当考虑脊髓内输注胖谱疗法，透过将药物直接拍入去关键所在，达到快速有效的止痛效果。治疗的方式它是非常直接的，直接把这个药物打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它的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强啊。这是有别于我们传统治疗，那要吃药，吃了药之后，它就要经过肝脏、肾脏的全身系统的循环之后，它的药物到达实际上神经系统会非常的小，所以如果说能够改用这种方法，它的效有时候可以达到100倍、300倍以上的这种效果，所以如果是对于难以治疗的疼痛这是一个选择之一。脊髓内输注胖谱疗法不只是适用在止痛药物，另外该疗法也适用在肌肉松弛等。它是一个输注的一个方式，所以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第二多的就是属于像肌肉松弛用的有些人是天生就是脑性麻痹、中风后肌肉僵硬。或者是说他得到这种脊椎的疾病，让这个四肢那个肌肉僵硬，那这种过程他就可以将这个药物打到脊髓里面，它的药物比你用吃药的效果会好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副作用也会相对小很多。脊髓内输注比起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只需要降低药物浓度，就当有效舒缓探痛，而且嘛比较无容易出现头晕、想要吐的副作用。不过，胖谱疗法健保并无给付，一届疗程大约需要20多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